大家都讲白宫是亲情的生命哦，尤其行业喊其是白宫，就很卡看得出。当年9/12/25，高雄民农中白宫复苏，都被邀请附近的嘢救出白宫，共下去总头公演，也给白宫人的传统。虽然当年都有找时间来判，不过现在无具体的组织编制，跟判决就删退的。 行业用完路行，只能想象日出红色的铁皮屋度，竟然又叫出白宫提高新人。因为那佢做以前100年前都开始有嘅嗬，所以啲考有嘅白宫啊，你都一啲哦，就路轮体式，嗬，做唔得顺序，做唔得乱係咯。T 路、T 2路、T 3路，一去跟白宮來搶。陸卡要睇現實，要乜嘅就係古來一天會嚟創業，我攀死人來見，見非只講喺人體落去發展嚟咧。 古來就用攀石人來建，唔假使那飛啦也是，也按樣唔啲啊飛咩，攀石人來咩無奈建。紅色的鐵皮屋一搭起來，用完路行就有嘅人味，一種有請白宮工人嘅傳統，喺民農中已經超過100年的事。今年70歲復甦唔使用，服務白宮嘅資歷40年，對於來講搭白宮壇唔難，難嘅係臨時性的白宮壇。 農民中嘅人要向前，如果尋唔到蔬菜。以一年之中人來睇下嚟入裝了新人，20米嘅期間，假使將有 TV 啊，你哋白宮天辦咧，像比如陸卡學一球嘛嘅嚟講，有好球，俺那冇好球。假使一球啊，當然都犧牲咪咩，啊犧嘛嘅咩，俺那冇球冇犧，所以經費無奈來。 初上城口，民農莊白宮嘅睇贈人頒人業，由民農嘅莊頭保護居民嘅平安。民農里長劉合松指出，馬係因為經費唔拉擺人業，上擺油莊已經係20年前嘅事誒。我家在一擺由民農田後宮嘅協助，能順利進行。我哋慢慢會想辦法，學嚟爭取下哋嘅經費嘅問題，唔可以叫到老百姓過嚟，以頭擺嘢都。 人家可以安尼剝200、150，安尼剝哦，剝唔到啊！安尼唔打敗盤，安尼發通啊！一直佢從事一個在地性、自主性，唔會採地嘅人，用一家來做。講係我人入來學，我唔會干涉佢多。但是譬如講，唔人人力上唔拉敗嘅，哦，咁冇人金錢上唔拉敗嘅，哦，甚至從人儀式、祭典儀式裡面。 哦，像我嘅人要拜年咩？哦，因我搶拜年，因為搶拜年嗰多錢咩嚇？梗係要學生啊，我自己要拜年團嘅嘢，梗係都嚟緊贊助。結束嘅行總條嘅發通，完成祭典嘅新人服馬騰輪開始。長期觀察民俗祭典嘅退休先生車一文，現在用最適當嘅方式來補經費上嘅唔拉敗。睇贈人頒獎布條，一條用完路嘅搶存到白煙上。 點點批論裝批，求一年的平安。下個新聞整份自貢報道。民農有當到為後生人，村外做韓國老人家有到位，去見白宮的人也進來見社會。做目前的復甦，必到會完成任務，有時節還會自家出錢，一種投入無按規做。也向100年的傳統，接上係盼到拖棒棒。第昨日班的天英日，白宮的人家也了解咧。 而準備轉到其自家比所，地方上有一群人就決定而為民農莊嘅白宮尋到一條常熟文化路。打開一天門，天眼看到嘅係一支支嘅行嘅。那特殊嘅嗬，都以前咧，我哋白宮壇以前可用樹嚟做嘅，個有啲人都加本嘢去人嗬做白宮壇。 所以，但是今年的年係有不太水啊，落太熱不太水，全部種這位，所以有廿多人來幾日。所謂做白宮壇崩太水種這位，最後改做更加看到嘅鐵皮屋形式。民國51年，地方鄉親為到民農莊嘅白宮府出錢買地起一間儲藏室，但目前土地係屬於國有財產署。 嗰年冇延續下來，所以變成在公家就講國有財產署，哦，也喺登記嘅人嘅名目之下，啊，
比了蛮有可能，黑个是某一类名正言顺的团体，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组织，天数研修呀部分的话，也很怕以后会有，譬如说拍卖掉。虽然民农庄罢工服超过100年，但是因为係臨時性嘅任務編組，盡快對外爭取經費或者協助，當然來留下來文化詞彙面臨斷氣嘅危機。對待安尼，地方社團決定成立永安莊服裝文化協會。希望也團體嘛，可以扮演一類，就講跟所有也的儀式，就講也的記錄、也的調查記錄、也的儀式的也的 know how 哈，就個都也一次提做，但是其實並沒有把它文字化跟教學，就講教人有做哈，也的事情哈，嘛可以傳承下來哈，安尼後生啊嘛啲啊，安樣接受。同代表罷工嘅神牌賽到神口巷，叫做罷工喺民農莊表現22年嘅人家以後。更加可以一撮一撮搶回去，送罷工嘅隊伍民農國中8人班，馬行出嚟教室同平常所練設備，實際應用喺生命離續嘅重複地位。文史工作者車義文指出，此種做法係民間離續相當重要嘅精神，更加地方嘛希望爭取第6座高雄市嘅無形文化資產。俺哋都希望那位罷工，俺哋來個申請來訂6為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本政府了解俺哋重要，和關心俺哋重要。你每本他家己講，哦，那我個重要的文化。如果没有必要，政府不应该进行过多干预。那特别在金钱补助或是资源挹注方面，要更小心跟谨慎。真的是因为政府介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主导这个活动，我们的任务我们有认识到就是保存记录跟推广。成立永安莊服裝文化協會係希望民農莊罷工服唔係再係臨時性嘅編制，向公部門爭取訂立無形文化資產，增加係地方居民嘅共融感。從無形到有形，從傳承到延續，面對大環境嘅改變。百年傳統嘅民農莊罷工服，希望改變結構，尋一條延續下去嘅生路。客家新聞整份自公報道。